哇，真正苦呢。这米看起来真简单，但是吼，头家一定有啥秘诀。过起来真好吃。台湾的这个港茄冰，甲法国的冰淇淋差少济。有蒜头啊，搁有这个，或者伊的酱一定是特殊。红糟控嘛，哦，看起来足粗糙的呢。这都是幸福的滋味啦。头的啊，这我唔是点面线糊，辣来豆花。一台车沿一条路行，咱来北往半山过岭。一支车牌啊，藏偌济故事。可能开后一站，敢是三地厝？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，予我来做主。有事无事坐巴士。我已经闻到一个香味啊呢。头家，到早你好。哦，你好，我真歹势，没甲你叫了，因为我知影你足无闲的啦。我一来啊，都闻到迄鱼仔的香味，有够香的香啦。我知影吼，伫咧咱正滨渔港遮吼，上届正统正港的，吼40-50年的古早味，一句啦对无？就是你遮。哇，关区敢若无人做这个，刚你遮咧做安尼啊？唔是敢若家人有人咧做呢。哦，这是已经烘好啊对无？这行好啊。烘熟啊对无？啊，我刚有这个饮品的，用食看卖，迄现烘的一骨蛋呢。可以。可以哦，好。这足烧的，你食爱说的。哇，啊，搁咧青烟呢。这青烟哦，这足烧的。哦，有够好食啦！完全无臭臭味，完全就是鱼仔的香味，有够 Q 的。你好，哇！我看你的手足无闲的呢。对啊。头家娘，你有算过讲你一工安尼熬爱熬几支无？没有哎，无算过咯。所以这安尼一支一支爱安尼用手工甲熬落，啊，伊这长度还是要熬偌济，完全都是头家娘是靠手感，对，去感觉就对。对。我听头家讲，你那个是自细汉。爸爸就开始咧做这一骨啦，是。啊，你细汉时阵有安尼斗相共是无？细汉时阵佫袂晓做这啊，是吼，只是做外面那一种工作。啊，你是当时开始传这爸爸的手艺差来做？不多20岁吧。 20岁的时阵，对。迄当阵敢有熟悉到头家啊？还没啊。所以头家你是经过闻到香味啊，看到哎一骨啊西施安尼就甲录是无？因一骨仔算有加分啦。哦。我自细汉我爱食这啊，做囡仔的时阵的早餐啊，早餐是拢食一骨仔。你带着头家娘的时阵，就想讲，这一骨仔袂歹哦，吼，会应该，系啊，食一世人啊，袂真好。你结婚偌久啊哈？你会使卖问这款问题，我想头家娘，你应该会知着无26了。26了，哦。啊，若像这个功夫啊，是头家娘专门的对无？对。若是讲头家娘啊，我今仔日心情无好，要来看海，我不爱做姜啊啦，啊你会用咧做？我就休困。我就休困，哦，了解。啊，你嘛唔甘头家娘伤忝啦，因为伊个手啊，甲你拍野球啊，我这手若受伤就倒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伊袂使看病啦，袂使手受伤诶。对啊，这爱情的一句啦，真正赞。没，真的啊，台北没有，台北都是宅配的。头家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借问一下，你是咧卖红豆鸭吗？嘿，红豆鸭对。是吼，无唔对吼，万一讲红豆西。红豆西。像一粒山安尼呢。嘿，啊，然后做像安尼一粒一粒。哦，好啊。古锥安尼。对。啊，我一个人尔，我会用买2粒无，2、3粒。会用哦。好啊。好。用这拿把布的呢。来。哦，
多谢。嘿，台南算讲已经足少啊。你看有清楚的味道哈。这加起来吼，绵绵、松松吼，啊，另外就是这内底都有颗粒。这个虾你会当咸的，啊，莫煲，用纸拿起，而且你会感觉讲伊刷刷。啊，来拄着迄规粒的虾，你还得煲，就是那种层次。对。哎。所以这不是红豆啊，这是花豆。花豆，啊，那咱台南真古早伊就叫做大粒红豆啊，各种讲法是烂甜豆啊。啊，是安怎较早这花豆、大红豆会安尼食下，伊奈无包物件，毋是爱包麻糍啊、做饼啥。讲咱较古早像日本人去食，对。啊，咱有诶拢住伫日本人诶所在嘛。哦。在因家庭拢会做煮即落。哦，啊，煮的时咱就算讲伫遐大人学起来，啊，学起来到尾日本做伊的衫，啊，迄阵的生活无好嘛，啊，就想讲啊，是毋是用这来买？啊，你买学这无？对啊，我就想讲，我细汉啊，做爱食大补的啦，啊，我拢想讲，唔知有机会摕到这个。这是传后，这无人买后。是吼，大补，红豆啊，哇，安尼有水无？合格，多谢。啊，你若想讲安尼咧订吼，手到尾拢会足酸。啊对，我即马是咧算的，我安尼一粒两粒还好，但是你安尼规工其实吼手会酸的，对啊。哇？没有，一样拢小工啊。不及格啊！还可以啦，所以无讲啦。无功夫唔是安尼就起来啦，哎呀，学着安尼就袂歹啊。因为吼，头家你卖几单啊？你才卖20几单，25吧。啊，你伫迄只做生意啊？啊，若是落雨天，吼，还是风台天要安怎？风台天一定是休困的嘛，对无？对。啊，若落雨天你嘛是出来吗？落天嘛是出来啊。嘛是出来就对啊。啊，连时啊就。人客找无你吼，就袂着。对，就是惊安尼啊，就连时啊雨上大阵就雨伊穿的安尼啊。哦。哎，我较早毋是讲拢咧做这嘛。哦，你较早是做啥？我早是拢食人的头路做电导业。哦。哎。啊，因为迄阵就算讲，迄个工业咧外的拢走去大陆嘛，啊无要安那，啊就来赚钱。来学这，啊就因为阮中人因咧卖嘛。啊，啊，迄当阵你会记得你第一摆出来摆大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以前好恐怖是无？安怎恐怖哈？啊，因为你毋捌摆过路边搭啊。系啊。啊，台学倒来起来讲，啊要凊彩拄当路边。啊，会安那卖？吼，人会赶卖个，人迄店口要有利用无？啊，就无法度啊！啊，去讨阮小儿子啊！你对爸爸来好无？啊，无够欣喜啊！爸爸吼，第一遍出来摆摊嘛是会紧张的啦。哦，拜托。较早拍拼嘛是为着家庭。对啊，迄阵咧囡仔读册，吼，你无法度啊！啊，你一定爱讲加减趁钱。OK。好，谢谢。哇，真好呢，有这爱的宅急便啦。啊，但是这电动都这嘛有咧卖啊，现在要专工搁送来互伊哈。就是幸福啊！回忆一个啊！啊，我知啊啦，这都是幸福的滋味啦，对，看了就幸福。就是安尼当珍惜啊，珍惜讲两个人啊，无安尼对少年到老。来，请用。哇，有古食，啊，有这是。对，这是咱在地上传统的古早味，这是咱的八宝冰啊。对啊，真正有8项吗？系啊。伊这豆啊，红豆、绿豆，吼，啊，搁有这花豆，啊，搁有这菜鱼，拢足青，啊，搁滚甲足烂的呢。有。真好食。盐香啦。对，真好食。咱过去咱头城啦，吼。端午节的时阵，还是讲咱朋友的聚会啊，拢会伫遮，拢会约伫遮就对啊。约伫遮相吹啦。有当时啊，咱咧食一项物件，毋是干那食伊的味，吼，毋是食伊的滋味尔，啊，搁是食一个回忆。吼，你细汉时阵安怎？你做囡仔时代安怎？吼，你读册的时阵是安怎？迄个你若食到这个味，你就会想起较早的代志，就是回忆甲记忆。感觉
感上重要嘛，上好的代志就是讲，你唔若是伫咧宜兰，唔若是伫咧头城做安尼的代志，你会甲安尼的力量，哦，把它发散出去安尼。对，伊是阮希望讲，搁较侪人会当来转来家己故乡，去思考着家己的未来，是毋是会当为地方创新，还是讲社区运作的这个方向去拍拼？一个人做足孤单，但是一群人做会搁较有力量。真正的对吧？好啦，为着要有力量，咱这盘爱甲食了。好。系啊，哦，这实在的呢，食了完哪会饱哦。明仔载过来，今仔日先放个边。有事无事坐马事。头家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请问一下吼，这个单哪会伫咧店面内底啦？因为以前阮老爸就是杀这个单四价卖，自我接了后，我嘛是用单来路边卖。2年外前我入来店面，因为阮的人客拢是记这个单。认这个单啦。我一定这个单摆在遮，人客来买，感觉较有迄个气氛。阮卖的物件叫古早味凉粉。凉粉是我伫咧大陆的时阵食的迄种麻麻辣辣的迄种凉粉了。唔是。无是啥？这个物件其实伊是日本时代因家因那个蕨饼嘛早也台湾，毋过迄阵算是较高贵的佚佗物啊。台湾人食袂起要安怎？有一个好果子的师傅想着讲，好，我用咱在地上俗的原料落去做。你知道吗？是。你看到迄什么肉丸、蚵仔煎啊，包含阮这古早味凉粉，拢是番薯粉落去做。这就是台湾小食的精髓。我先卡头你，无我讲遐尼济吼。好啊好啊。你嘛感觉袂出来？我食看卖。凉凉的，好食的呢。阮这个物件拢是手工落去做。做到即马已经。台湾剩我愿意做这个。来啊，开始啊！是爱靠这个打嘛？咱无来伊就沉淀。我来又像迄麻糍安尼。好，换我来啊！小烫烫。你边仔拢爱老焦的，脚嘛爱老焦，无等者人客讲今仔的凉粉啊歹食。好，是我唔对。爱上悬的记录啊，是一天爱留偌济点啊？可能过年啊，过年放假人转来迄天啊，为大家还袂起床的时阵，大概下晡啊。迄阵我袂回去哦。无啊，就迄几天会较忝安尼啊。哎呦！敢若过年偌前吧，就阮老爸伊手就做歹啊，伊退休了后，其实足侪人客感觉足拍算啊。伊心内嘛感觉足艰苦的，因为伊为17、18岁就开始杀这单出来卖。我有2、3个月，我想讲，无我转来食好啊。阮老母就讲，我互你读书，毋是为着要做这啊。阮老爸其实是心内偷偷咧欢喜啊。以前阮老爸真正袂足俗的，所以细汉的时阵做外话，阮斗米缸内面无米所以。我感觉手工是有价的，所以我转来接手了后，我做的第一项动作就是起价。我有人打电话给阮老爸啊，叫你怎么嫁袂遐俗的啦，有的人就甲我讲，我袂甲你买，因为阮这个物件以早就是卖网价人。你嘛知影讲，你足侪人来到网价食物件的时阵，会物美价廉。系啊，对无？其实忝辛苦，迄拢是阮拢愿意啦。毋过你爱合理的报酬，真正一个行业才有法度一直传承。阳春面加臭豆腐，人讲吼上简单的上无简单，来食看卖就知。
哇，米来啊！你有放这无记青菜甲肉，这汤敢有用迄大骨去放过。这米看起来真简单，但是吼头家一定有啥物秘诀，因为这真正是最好食的。我去来去问头家。OK， 你好，我头仔食你的面吼，要汤啊，你台甜甜安尼，是有啥物控的哈？第一沙吧，姜鸡姜片。啊，是哦，我倒是讲是有物件是咧控的。袂久啊，拄啊袂久，人家拢食下，啊个包料啦。这麒麟是安怎学来啊？有人教吗？啊，甲阮大都细汉就做囡仔讲干挂面干面干，做边地头靠里食咧煮面。嘿。啊出来我就去做这个。头家煮咧面煮足久的吼。有啊，要50档。哦，50档哦。要50档啊。哦，真是老煮家，真功夫。这天气足热的呢，你看干人遐遮忍受。我懂啊，趁你不对嘛。你敢知影为什么阳春面的台语叫做外省面吗？根据我非常的了解吼，这种做法较简单的面啊，早前伫咧大陆啊，就叫做阳春面。啊，因为是为外省人迄边传来的，当然就叫做外省面咯。哎，好了，哎，这份肉底跟这份豆仔面。啊，这个要等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这是肉底，这是我一世人第一摆食肉底。这个，过起来真好食，哇！内底足济料，内底有肉，嘛有菜，来吃八瓣糜啊！足爽。吃较少有长手，足济工人来吃肉底，食肉底才有气力，会当做工课，所以工人足介意来吃。虽然吃甲变变，毋过我无想到有遐尼济人来吃肉底，真正是在地人才知啊，迄好所在。刷烟啦，烟到啦，烟弄呀，烟到啦。阿妈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哇，我拢捌夹过啊，这是啥物啊？这鱼仔肚，这鱼仔肠啊。哦，鱼仔肠啊。哎。啊，这咧？这鱼仔卵。哦，鱼仔卵。哎。啊，这咧？啊，这刷烟。哦，刷烟。我想要7份肠啊。哎。啊，加7份鱼卵。鱼卵呀。过来一个。刷烟。哎，搁7份。哎，搁1碗面。搁1碗面。哎，对。来1碗面呀。好，我请坐啊。好好好。浙江所一个所在有足济卖海产，啊，不过上有名都是一间50年的老店。伊的特色就是伊用鱼仔的腹内做盐混料理。这是鱼仔的肠啊，台语叫龙肠啊，我来教看卖啊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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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足 Q 啦。哦，这是宜兰应该系讲真 Q。阿妈，哎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是刷烟啊，刷，这是刷鱼啊？哎，会吃人的刷鱼啊？会啦会啦，不会啦，他现在都没有在吃。啊，去哪里吃啊？要吃伊啊？哪里要吃伊？好食哦。嗯，足 Q 啊！你叫的啊，好食啊。咕溜，哎，咕溜，对。拢是用一个鱼啊的巴来做盐分料理啊，对，啊，就叫鱼杂吧，哦，讲鱼杂吧。哎，对。啊，什么是盐分料理啊？拢用一个鼎嘛吼，啊内底有下阮的，算阮的米粉就对啦，落去腌就对啦对。啊腌起来就是变安尼啊。啊，这鱼肚啊，鱼豆啊，嘿啦，鱼卵啊，种嘛有酸腌啦吼，鱼皮拢有这种。较早我是拢用用车口碑安尼，世界的对。哎，我的鱼啊是上车啊，来，进来买。对，不是讲伊玩哦，啊人客就拢来买啊。哦。哎呀，人客就我讲来买哦，较早无安尼通啊做哦，拢路边的安尼行，安尼卖安尼食。老实讲，外国人是唔敢吃这个鱼啊的巴格来，拢是单调还是？好鸟啊吃，好狗啊吃。外国人嘛是爱吃。哎，对啦。对啊，外国人嘛爱吃。我今仔日来吃，哎，是我想要体验，哎，我想要吃，因为刮起来真好吃啦。真好吃啊！好，阿妈你辛苦赢啊！哎，我来吃看卖啊！好，感谢你啊！哎，我给你哦。哎，你好。我想要吃饼，这是什么？这蚵啊。哦。蚵啊，食过无？好，迄蚵啊。蚵啊，甲啥物款？我下再分两个条安尼。哦。啊，过来者。过来红豆。这红豆条。蚵啊。啊，来吃看卖啊！哦，好吃甲要等级。这个台湾的这个感谢冰，甲法国的冰淇淋差足济，有啥物无共款？法国的冰淇淋巴达更足济，食起来较油。这个感谢冰食起来甘咪，这是蚵仔呢。哦，你好吃，还有红豆，过来内底。伊一个感谢冰，啊，不过较健康，我感觉这种冰较健康，天然的米上好啦。啊，是安怎有一个感谢冰，手放较早，有做这个所在，有咧种感谢洗肠啊。你一间店的感谢冰是用感谢肠做的，你讲迄后壁有一个洗饼的机器啊。好啦，我莫搁讲啊，我紧食啦，我腹肚枵。要求好食啦。老朋友你好，你好，来点。你敢对我有印象？一叔叔啦。我10几年前我常常来吃玉米面，你要记得我啊？无讲介会记你安尼啦。哈，无要紧啊，啊，来吃我玉米面，哎，好，好，感谢你。对我来讲，这个玉米面，
我收起来，我真正大地狱里的地基。慢慢啊，吃，我会收起来，足侪真正的代志。好，阮蒋先生呢？来南部，不管是这个冬天还是热人，一定拢爱来这种冰果色。嘿，你好，歹势哦。哦，这拢内行的人拢来这绿豆牛奶，嘿，好，哦，这嘛拢古早的呢。哦，啊，花了一啊，你让我一只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做名的呢？你无啊，这个一般路内底拢非常的流行，无想到阮今仔日来到这竟然拄着。啊，咱南部怎趣味吼？就是拢爱有种冰果色。这较早冰果色是人咧介绍做媒人，嘿，拢找冰果色的，啊，大家来咧坐啊讲一个话。南部的冰果色。这呢多有可能，迄个时代，阮这迄个缀袂着摩登的时代，阮这边是较传统的社会吼，所以冰果是就真多。啊，佮加上气候也热啦，阮这旅行的人我拢爱行这种。啊，或者啊是安怎？这冰果是有咧卖安尼一大盘哦？无啊，这是起源计出来咧用的。哦，较大盘，因为我这算只10人份的。啊，你平常是用一只用啊？我有一个工作场的。工作场是迄个第二市场。我这啊，即马来到这个你发基的所在呢吼。这阵旧景遮算讲人较早我拍4粒的。嘿。啊，甲苏洛区，较早开平迄落地色啦。哦，做乌的哦。唔是啊，乌比的。迄较早因为阮遮有长盛营区吼。啊，阮就泡着茶米茶，啊卖茶、冲啊茶啊，一下怎有通用者。哦。啊，这我较早这大叫歹势啊，这样就是。哦。你落大规的这水果，互人知影讲你迄真大了，真新鲜就对啦。啊，较早种是只用心的啊。干那咱安尼私人的，早我都看到，还无一般。伊拢敢若看到表面的水果盘，咱即马佫看到这个杯大汉的。哎啊，这杯啊，伊看起来好这一架子啊，60几吨啊。恁厝是安怎会我做这道的？因为是较早吼，阮像咱拢去卖破西瓜尔，啊卖往来卖算外口咧摆啊。恁爸爸店嘿，阮大店。哦。啊，对遮人讲要遮要做一个市场。啊，阮怎甲买这个所在，买这个土地。哦。啊，来这人摆，啊，伊遐做。这较早迄落可口可乐，这种较早咧卖啊，大只50吨啊。这哦，哦，这这大只50吨的。这啊，佫有迄落，则甲我讲，我来收藏几张啊。啊，这有干妈店呢？干妈店我这好，这经过这我开机的。开机好，来为遮试看卖。这也是开机的，这因爸爸姓沈。嘿。因爸爸姓沈嘛，玩第2代咧接。嘿。啊，人少年怎无接啊？哦，啊伊这。真厉害个！这做好，这历史的啊。哦，这有历史啊！哎呀，我伊这可能明仔做囝家用的啊。我睇这柜台你也翕一个，这柜台这无啊，这拢这无这落的啊。是。这种这3仔料的啊。这咱这用迄个钢骨，迄个铁的啊。哦。哎呀。无这个好料，好你翕吧。系啊。啊，这较早调香啦。哦。调香回个迄个牛肉咯。哦，牛肉咯。这调香啊，这就是餐厅。这个市场上强的时阵，这个偌济担？168架啦。啊，恁一届会当做几年？无啦，阮遮做来讲，做到无限的啦，永久的啦。因为你也无去管啦，你无人做。哦，所以这个市场较早真有规模是嘛，影响到这附近咯。哦，这外头这我就讲你参考。因为我遐讲啥，这种暗时生意如何？暗时生意如何？阮遮就是
有喜无怪叫做夜市啊。五更喜迎遮，伊遮的人徛啊，煞鱼拢对遮来遮消费。所以希望哦，这个市场唔管是机会较老的啊，系啊，少年人也好吼，还是迄个，尤其是幼稚园嘛好，老大人嘛好吼，爱赶紧的来重视这个市场。这市场真正为古味的到夜市类的，为佚佗的到要食的啊，到这用的拢有。一个市场真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啊嘛是一个时代吼，到底伊会当安怎生活的一个全记录呢？全记录啦。60年的珍贵，哦，这60年的珍贵来食嘛。啊，好。哦，阿伯你好，阿伯你好。你好。我要点一个珍贵。这特煮的。哦，特别制作的呢。嘿。哇，谢谢。啊，我当安尼捧咧淡食。哦，感谢。还有蒜头，啊，搁有这个，或这伊的酱一定是特殊。我试看卖哈。所以你的这酱料就是蒜头，啊用对了蒜头，北港那边。北港那边。哦，啊这内行的，啊搁来你的就豆油。哦，啊就迄敢爱浸。爱肉。哦。爱肉卤啊。哦，肉卤啊。哦。人肉卤啊，肉卤啊，可能就是迄着花纹写细肉，是安怎安尼？安尼较好食。我当作全部拢是蒜头，结果唔是，这是其实是肉卤啦，肉卤啊，非常油的肉卤啊，这真正是真材实料的。这酱料甲这珍贵，唔是用粉做的，是用米大下，有这个阿伯迄种精神，真好加。啊是这种乡镇佚佗的过程中，食这种上在地的口味，哇，特别精彩加有人情味。面豆菜，啊个豆油、蒜头，看起来虽然安尼熟熟啊，简单啊，煞真正是清芳搁好食呢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这无简单。安尼为以前介绍，就拢安尼无起价。迄阵搁愈俗哦。迄阵。啊，就一碗3箍。我妈妈迄阵卖一碗3箍着啊。这妈妈的时代，一碗3箍。哦，啊，伊做到10箍20安尼哦。5箍、10箍、20、30。这个所在有一种真清芳的市场的滋味。小打店内底看起嘛简单，但是因为这摆菜单甲伊的招牌，互我家己感觉吼，非常的无同款。这种气味吼，正港的台湾文化力啊。古早味的满意，哦，我甲你讲，我找足久啊，听讲来台中一定爱找这个滋味的满意。头家娘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遮讲开真百年哦。是的。遮有写一个满意哦。这是生做安怎？满意生做安尼。是安尼，这顶。这就是满意。这是安怎看伊安怎做？要看伊做，来。即马煮哦，你拿来，你来看。哦，真的哦，啊，我会当先看看，再来消费哈。好，你先看。哦，大哥你好，哇，你这安尼是要暖伊的汁哦？暖伊苦掉。暖伊什么苦掉？苦啦，苦的味道。哦，伊会苦。系啊。啊，这满意是什么物件？麻绳的叶子。哦，麻绳啊，就是人较早讲的黄麻迄种，黄麻啦吼，看起来敢若恁台中有这个特殊的味呢吼。系啊，
哦，中部人有人去食。啊是规年冬天拢有哦。无啦，半年，4月到10月啊。啊，算为恁爸爸的时代就讲拢有这个滋味安尼哦。对啊，系啊。哦。哦，哇，真正可怜，啊可怜，有一点啊像迄，阮啊即南部人拢有一种乌里啊菜，啊只是伊较苦一点啊，即咱台中地区啊非常特殊，干那咱遮才买会着呢。我一家伊遐久都毋捌听过讲过即个滋味袂歹。来北港一定啊，嘛爱来这老街热热趖，来看卖啊有啥物好食好佚佗的无？头诶，啊这我毋是点面线糊，哪来豆花？这着面线糊，这乖糊你看卖呢？有啊，有面线无？哦，这干那北港才有诶。哦，这全省。我讲，这足好食啊！啊，这阮的历史已经50几档了。哇，我当做是豆花，好食，好食，安尼咸咸啊，啊好热熬，哦，不溜。这老人囡仔上适合吧？你若便当控卖吼，来阮遮买一碗20块尔。啊，摕到老人囡仔食。哇，安尼5袋啊，你佮泡迄粒鸡卵落足营养的。哦。嘿，头诶，啊，迄是啥物？哦，迄哦，迄纸雕啦。纸雕。迄我著利用暗时做的啊。你做的？系啊。哇，你学甲低头又无低看，你爱做这面线糊，啊，佫会晓家己加这种纸雕。系啊。哪有可能？那无可能啊！我学甲低头又无低看。哇。无我做一摆，互你看卖啊。好啊，真正有这种实力。有啦，袂闹贵。做纸雕做20几档咯啊。这念呢，这就是鲤鱼跳过龙门，变成龙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人就是爱学鱼啊，一直打拼，才会有一番的成就。你无打拼，敢若想讲哦，天会落落啊，无可能啦，嘿啦。这点就豆豆做，我就拢利用暗时的时间，咱豆豆做。这是因为吼，阮住伫这北港，啊，这间朝天宫会当讲是艺术的殿堂，吼，所以阮从这细汉的时阵，就拢受到这个北港这间朝天宫的艺术文化所感染着。所以每一个囡仔吼，大部分拢对这个北港妈祖的这文化、地方的文化，拢加减吼，有受到影响，有迄个艺术感。因为我囡仔就是拢伫庙内底，按看，这哪会遮水？嘿，对，剪黏雕刻，吼，啊再石雕，啊伊的这间庙哪会起啊遮水？啊，所以阮拢会加减。有去感染着。你这真正有够无简单的呢。哦，啊你安尼会当安尼文书自通。有事无事坐马事。你好，老早，我买2饼豆奶掺米奶，还佫要挂包，嘿。头家娘，你讲恁几点就开始开啊？哈？3点。3点，哦，是安怎还较早哈？有的人是要出海，是无要掠鱼啦？掠鱼。钓鱼啦。哦。这是正甲人渔村。对啊，先来啉一下这豆奶掺米奶，足香的。
头早有看到头家的两饼，伊毋是用一般的迄做好的迄两饼皮，毋是，伊是有伊家己的调的一个面粉糊卤做的，真好食的，赤赤脆脆，酥酥好食，这是上正港的苏澳的早点。水姐啊！嗨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巴肚枵都想到你呀。来，欢迎来宾姐。水姐，你这面单吼是几点开到几点哈？下早8点到夜晚9点。啊，唔3顿拢食会到啊？嘿，对。所以你算是第几代啊？我看恁这开。我第3代，94档。94档啊哦！哇，水姐，你已经徛到拢落地，还没落地啊？台语有一句话讲，你若咧常常咧找头路人哦，水藏无一位烧。细汉时阵咧洗身躯的烧水，就是用一个面桶滴水，顶头盖一个塑胶袋啊，伫遐拍热。你若莫甲刷叮当，迄个水拍久就会烧。用遐水来洗身躯，你若常常遐刷起刷落，迄个水袂烧。所以就是讲要固定，要稳定。所以就是讲每一项，唔管你做啥啦，吼，每一项就是你若有用心，吼，你有用心甲学落、甲做落，久了都会有成效的啦。对，而且吼也当伫迄个做工作中间找一个乐趣，伊个快乐的所在。所以像马人客问我讲，哇，你做遮久，你拢无职业的职业倦怠症。我迄是伊对个工作无兴趣，靠职业倦怠症。你若对工作产生兴趣，你就无职业倦怠症。咱即马入来，这就是古市场啊，对啊。你好，哇！嘛是遮有60档啊。哇！要70档啊！我店咧用的刀啦、点啦。迄个后时啊啦，拢是伫遮买吼，哇！我阁有这细细支的角度，看到这个想到阮阿嬷，对啊，阿嬷较早用这样咧讲，对啊。啊，这间吼，伊较早工会，因为较早这个底吼拢有玻璃瓶，是吼。即摆迄种老包吼，就讲退休，这样进去，这是变纯米，因为这间较早是咧卖牛肉。即摆人家接落了，灶台啊，遮椅啊、桌啊，就是金门、切啊，拢嘛较保留的。你即摆看到遮济少年人，不管是来创业也好，还是来佚佗的、来朝圣的啦，吼，拢好啦。你看到遮济少年人安尼入来，你啥物感觉啊？表示这个市场吼，还会一直下去。应该是讲吼，看到安尼情形哦，都下一个大年啊啦，嘿啊。希望是安尼。多谢，哇！真正有够好食的啦！每个月的旧日初一到15，我会尽量食菜，就是莫食粗啦。真单纯，我就是想讲吼，莫安尼逐工大鱼大肉，互身体吼莫遐负担，就是为着健康啦。像我即马食的这盘，虽然讲看起来那个无啥物咸正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这每一项菜拢有伊家己的滋味，是愈薄愈香，安怎食拢食袂腻哦。才搁有一杯你的柠檬冰茶。哦，真好，哇，看起来真好啉的呢。是啊。头家，我要借问一下吼，我食你家的菜啊，你的料理啊，都是那敢毋是迄种重口味的，对啊，都是
安尼的菜是毋是爱特别经过？这我就爱甲你讲，迄过去的故事就是，阮以早拢是摕大卖场的菜，啊，我拢毋知影为倒遐来，种植的人是啥人。啊，我有一工伫想讲，若是讲我会当去了解讲是啥人种，啊有用农药，迄过程是安怎去生产的，安尼是毋是会当？我会较放心，嘛会较会当掌控伊的一切。吼啊，所以阮就去找讲，伊若有一寡少年仔，因伫种植，较是用真好的方式，无用农药，无用除草剂。啊，后来发现吼，发觉讲，因真正食的物件炒起来、煮起来，滋味拢特别好。是吼，因为咱咧讲啦，爱食食物，毋通食食品。安尼你食会惯势袂？哦，有够惯势啊！等下吼，我啉食了了。对啊对啊。来姐啊来阿嬷你好，嘿，借问姐，即马敢若有物件通食？有啊。阿嬷，你有建议我食啥无？红糟糠肉饭，好，豆汤嘛足好啉的。啊，你来缀坐哈。我想要看你安怎做呢？阿嬷，你即马咧做的这是红糟糠肉，红糟糠嘛？对。看起来足青草的呢。好食吼。阿嬷，你这灶嘛足久啊哦。嘿啊，这看起来有历史啊。这个灶有70档啊。嘿啊，这古早味的豆腐汤呢。足好食的哦。先啉看卖。阿嬷教我喷胡椒，害我差点要拍卡笑。阿嬷，你哪只讲这？好啉吼。真正就好啉的呢，迄老食的味拢伫感人。嘿，阿嬷，我借问一个，我看到这个菜图啊，嘿啊，嘛足有历史啊，嘛70档啊，啊，毋你出世都有啊？我86岁啊呢。你86岁啊？你看袂出来，我想讲70档，阿嬷应该差不多70。我86岁啊呢。你80啊？我18岁就是遮咧种。较早拢嘛暗时吼，卖到好1、2点、2、3点。啊，下早时拢6、7点就爬起来，请海爷吼，坐去家己买海产，啊，拢嘛到海爷内底咧困，啊，等下就搁做，中昼休一时啊，安尼有骨力无？喂，哪有高菜？你白菜火锅。哦，足香的哦，阿嬷谢谢啦。这扁鱼白菜火锅啊，这汤头哦有够赞的啦，啉一喙哦，气力拢喘便便啊。无怪哦，阿嬷较早是办道的啦，这真正是手路菜呢。以前拢无人遐有餐厅，阮咧做拢总是饭的。有咧办桌，啊有咧小卖，阮头家咧换头的，啊伊咧煮足老，家一个拢听我办40、50块桌。啊办桌的乌鱼子啦，啊炒三鲜拢有，干贝啦、鱼条啦，逐项有。伫台湾各地旅行上欢喜的，就是食到在地物件、在地口味，像安尼70多年的老店，互人毋若是食到好料的，嘛食到足济足深的感情。那做你嘛拜啦，王爷你嘛拜一个。水仙经越过去，换过你都袂减袂。红心你嘛拜啦，药王你嘛拜一个。一面墙搬一出戏，咱的梦演到何时？月亮赶日头。